刁川，老爷，夜深人静，你不在房中安息，窥视校园，却是为何？弟子见老爷总在这内不遵朝万不思，谁也不免。故而在此祈祷苍天，但愿老爷不时事宜，国泰平安。唉，国事尽息，岂能安宁？老爷秉着与张文、张大人他们素有来往，我不请张大人前来商议。张大人他已经被你战死了。此举事关重大，
这你辈可以知晓。弟子生梦乱世，怎能自杀盲盆？唉，朝中腾着武将，就良机妙策，尔等贵重失色，须得度矣。老爷，老爷呀，兵必刁钻来度夜，我也欲一枪中你藏胸间。女儿家谁等朝廷事？说什么无有姐妹是权奸？动作尊权神人，吕布之娘更凶险，天下百姓苦到乱，朝中君臣。
方才之言可是当真？弟子是言，天地神灵空间。有错，老爷，弟子保不自见，老爷但是何法？这吊座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鸟着的连冠。你可知这连冠之意么？莫非要我引使这连冠之妻？是啊，东周与吕布既好色之徒，我欲将你先配吕布，儿媳东周，以借他们父子之情，使他俩反目成仇，死相残杀。对错，我已实施了吧？东周曹魏迫在眉宇间，这婚色江山，非你不可知也。弟子虽虽生死，可自己不难当儿。我也顾不得那些了。谢门，别遭你们自责。你放心，弟子才有所谓，定是与乱前之。好，即使是你我娶父女相称，一定更好名声。此次弟弟在上，随女儿一拜。有请老爷。禀老爷，吕温女驾到。哦，来得好快呀！有请。是，有请。家里非人原因，法王死才奇怪，奇怪，家园哎，拜言是拜言，怎么老死就要逃走？若该举谁不成提议，怕我儿效力，请。吕布这是相府一名将军，你乃朝廷重臣，承蒙结配，怎管差错？方尽天下，飘无英雄。李将军一人而已。下官不是尽将军的职位，尽的是将军的红尘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问我其他人去。
才人前来相亲，只有要事相商。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文儿，下官送来的康宝金果，不知可否食用？哎呀，我倒把它放弃了。司徒大人，这金冠好极了，胜过我求人所戴的。但不知这金冠是哪个两公所制啊？哪里是什么两公，乃是我小女所制啊！哦，想不到灵儿是聪明能干呐！女公嘛，乃是小女的本分，她玩顺语要求略通过。呀！此次多才多艺，我吕布实是闻所未闻，皆所未见呐！可惜我吕布无此言法，这是我儿不行，待我唤他出来问过。是的吗？是的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当顺是的。是的的，是的的。此外，请小姐出堂。是，请小姐出堂。文请。莫非就是灵儿吗？真是小女。儿啊，上面说的却是你平素金木的玉文儿，快拜见。
我内在上奴家半服。不乖的很呐！莫讲万里。老大人，小弟既算称得当嘞，那与残了一旁之理哟。文儿在此，那与他的所为，只怕死不得吧？因我乃通家之好，当算死得的，死得的，死得的啊！哎呀，快谢过文儿。谢文小姐请，文儿请，我内请太莫讲，奉敬小姐一杯，以谢之金冠之情哦。哎呀，文儿，你，真有此理，我儿还给新文儿把盏才是啊！待奴家先敬文儿一杯，文儿请。不管得很呐。云鬓花影一群才。受尽偏不开。哎呀，文儿，你的剧都快在衣襟上了。哎呀，不妨事啊，待我为请小弟一杯呀。请老爷见取女子。知道了，下去。老爷还是疾病在重，我不下去。老大人，何事都不紧要啊？哦，是林子那里要我去上面击灭他是？大人太师召见，正与不屈之理哟。哈哈哈哈哈！举城击败，那与屈罪之理呀？既于要事，老大人你就快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也罢，送我求去。是。儿啊，你在这里陪温儿说说，为父少听偏来。小弟再次背叛，只怕死不得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
当孙，是的的，是的的，是的的，啊！哦，待我再来敬温儿一杯。哎呀，酒冷了，翠娃儿，快去拿酒来。是。啊，儿啊，你在这里陪温儿多饮几杯。弟弟，怕什么？温儿又不是外人，你要知道，弟弟在朝中也是要娘长儿的，为父区区便来。此次弟弟，你要快去，快来呀！哦，为父知道了，温儿请。他人请。老大人，你要快去，快来呀！小姐。这个名字取得好美呀！弟子今年有几岁？啊18。哈哈哈哈！弟子你可曾这些鸳鸯配？要问哎，你怎么问起这个人呀？后方嘛，与后方呐。奴家年月方切记，有外的是才珍贵。天生丽质美小姐，月老早给千美来。你今日是贵中间，此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空恰金的先生天，李女英雄终身靠。
英雄嘛，我风马也做好日经，18怪妇人去见陪，父老关前传子恨，以自我英雄两字同相配。莫将家族母对战作为新的外王小弟随行。啊，小弟，你也该有个新的节目啊！清醒莫测门了花。
吕布，我请你挖到营去，一名小女出来对我，你竟说，哦，莫非你醉了不成？这，我醉了，我是醉了。真的醉了，不能怪你，是我小女不好，陪我换他出来，当时这个小妾老大人当不得，当得的，当不得。哎呀，老大人人明白临爱之事，是我最后失礼哟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啊，老大人临爱这是窈窕啊。看你模样，莫非与西安小女之意吗？好，既莫问儿西安，愿将小女她。你的怎样？许你为妻。此话当真？哎呀，我也没有喝这一句，当纯是真的喽。此次有吴大人在上，请随小婿大礼传拜。老大人，还不是姐姐，应来何事啊？姐姐嘛，今天13，就今天吧。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明天14，明天也好啊。14是吉日，只是不宜。这以后帮你。即使你我能通家之好，这也万万使不得你。这几时才好啊？后天是15，是单身，也不好。唉，好，16，他接大礼去送小女姑父还魂。一听小婿告辞，请。传起太师，司徒免礼，谢太师。司徒降要清朝太傅，万望配合。起过，请太师实席。啊，司徒，那是上台造业，孔子少中有神议论。上闻师同18人之后，图谋不轨，才予应得。此次不法，老夫杀他，你是该与不该？穆君王叛上作乱，该杀！啊！该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杀是谁与张文一波心怀二意，我就叫他师父掌声之庭。
太师实习。慢！今日之夜，因红而色。这，请太师平退足语。太师永别。江山遥望西子红，今来杀君臣分，难了再续曲中。因此我今生生也空阔因还望天生荣丰。太师请，师徒请。吩咐公务常来。是。姑母上来。太师，请。情
妙啊！妙啊！妙不一生，最去从。为孙之神，皇后名字名唤刁传。哦，刁传啊，好响亮的名字啊！是的，他今年几岁了？18岁了。哦，18岁，哈哈哈哈！老夫我怎么？他18岁，老夫我58。巧巧了。公子就是，真是个美人呐！啊，是的，我眼下都想起一些心事来了。不知太师与我心事啊？是土公。我多转朝刚好为父梦，富贵王家一梦中，家喻经营得成山，恰不应将真人相遇东。太师家里妻妾多，真美是用之所风骚风云，一夫上四度父风夫妻家。看不知太师姐哪一个啊？就是那名唤刁传女娇哟。刁传嘛？是啊。哦，小女刁传能侍奉太师，祈福不欠，王于理当将他送到府上。什么？刁传该是你的灵哎！是啊。哎呀！是此作罢，是此作罢。太师，你是否变卦了啊？刁传乃是你的灵哎，老夫我岂可算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启蒙太师见愿将小女谢于太师，报得太师之恩呐。当真？当真。
此次谢过师童。哦，岳父大人。哎，你愿将小女许配老夫，不知灵儿意下是何啊？哦，太师言之有理，待我唤他出来喷过。菜官，请小姐出堂。是。太师少太，待我与小女言明之后，这一良辰将她送到府上骗了。只要灵儿应允，今日便是良辰呐。小弟出堂。啊，儿啊，快去拜见太师。拜见太师。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儿啊，方才你谢谢公务，太师满心欢喜，要娶你这副慈儿太师。儿啊，太师德高望重，为父已经应允了亲事，不知女儿意下是何啊？女儿婚姻，有弟弟主持修事。儿啊，我们采完陪嫁同去，今日你就在太师为夫啊！儿啊，你要小心此儿太师。女儿知道。来呀，菜！背起相错，我与夫人同归府门。是。太子为父。太子为父。太子谁不来？宋太师。请小姐诉状。
去吧。自今欲将你送于太师。哎呀，王儿，你听我说，刁传，刁传。我见你有必要绣花之貌，温柔体贴之情，老夫我十分欢喜。稍后得了皇室江山，定将你封为东宫娘娘。多谢太师。宿舍非常早，不知宗主那里可有消息？这是凭官府事，老夫我也好早设登记。早算之后，待我少放一句，以便听得。什么？太师你要上早去？是啊。哎呀，太师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却是为何啊？太师呀，前
不见金钟神应摇。对对金冠生胸罩，妻子听为烈嬉笑，歌唱亏宽不好意。莫非是吕布那个小奴才？见他年轻貌精巧，黄花脸色七些年，但他王位大心骄太师不要去上朝，免就见妻。后来走。啊，美人，太师，你不必害怕，吕布乃是我的引领之子，谅他不管。太师，美人，我于是去俱来哈，去俱来。就说你不要害怕，你本事好大。你不知道我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小手呀，你放心呀，你放心呀。怎么办？我是来想，我是来想相父报恩的。还有后事？这别无他事，别无他事，就退下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没有看什么。凤仙，你我三世父子，以后要来见我，还需通禀一声。这里是我爱妻的卧房，不能随便出入，知道吗？凤仙，都有何吩咐？你在东张西望些什么啊？少不念父子之情，今朝听讲你是谁？还不与我下去！他固有此意呀！太师，是真是假，一分晓。第四间前来荒告，吕布当诈你不明，尽管将我来吊销，倘若太师吕妾身丢孙谁手，免不了。哎呀，太师啊，哎哎。
是老夫莫想争取用人，故而留他在我身边，待当大事成功，再将他调往别处，也就是了。哦，太师莫想争取用人，事事后退于他，可他却不念无知之人，大胆妄为。太师你又不愿加以惩治，快来见妾，是礼部做到的了。我在世上还有什么脸面？我还没脸面。也罢，请太师赐我千夫宝剑。是不得。也罢，杀死他，再来调戏于你，我绝不轻放。见到文儿那也见到了，我与他是不便就来。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差官，啥时太师回来？什么在凤仪亭赏花？谁是？知道了。你们才官专心让我来吃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为了何事？啊！唉，想不到你竟是个违心之人哦！我，刁说，
我叫你成于我的月莲丸，终日陪于身边。明明这瓜抓心让我来吃，我恨不得插翅飞来。正为我义务要我送他上朝，不准说理，是我称他不被关来而远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真是我不心呀！你这真心对我，也该使我苦衷，才是。提起苦衷，我好恨也。你若见啊冤，恰为我怪为臣妾心怪冤。眼前头转交棒冲，塞门还是结棒弯。害得我终日为你苦相思，害得我情丝难断魂外乱，害得我情丝难断魂外断。难高攀，缘子缘，英雄红粉接风乱，那一日眼前得见你温面。所有谁知啊，无端风波平地起，美梦姻缘须断。此行动作
个老匹夫，强把我的气钻。小姐，小姐呀，你对我一片深情永不忘，吕布岂是后心欢？但妾情丝割不还，妹实在需求姻缘。此生一遭世间恨不宽，与君朝结伴，必有一丝命我知报温培呀，你莫为见妾天上官。小姐莫生团长我，残妾城内心放宽，茶不与你称上对，我为英雄非好还。小姐，我意思，这怕老子这棵秋要开草，我要走了。什么？你这次离我而去？这怕老子未来长街多有不便。唉，我原以为你是个英雄，故而将我的终身托付于你，想不到你竟是个胆小失耻之人，竟算是此这样惧怕老子，看来你我终有此无望的了。我今日再来看你。你既不能娶我，还是让我背死事情了吗？小弟，你不能死，小弟，你不能，还是让我去死了？我去死了！去死！萧爽，萧爽，萧爽！你不在我同在手中，恰因我在此风雨庭上，你休来管我！小奴才，小畜生！立天出鞘，水不约，叫你师父三尺关。你强硬逼逼，死狼犬！我满腔怒吼，胸中帅，胸中帅！我身团结，今日听了上帝命，英雄何去高皇冠？
算了。你为我这是梦想啊？他调戏我的爱情。哦，是真的吗？他的刁钻强硬费力，是我亲眼所见。哼，杀不杀死他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哦，原来是此，这是什么？岳父，你可记得写着楚庄王结姻的故事吗？刁钻经验女子，而那吕布乃是岳父的新锋芒将。来者岳父入了龙庭，且向美女深意交羞，何苦为一刁钻误了江山？不是趁此机会对那吕布说好，将刁钻赐予他。那吕布应说关恩岳父啊！你且下去，用武再想想。是。太师，你哭什么？无来访你，你因我与凤姐私通啊！哎呀，冤枉啊！讲。太师，刚才我生活来到花园，谁知他上前与我来纠缠，说是我房檐要穿，说什么雨水空关，说什么他是堂堂太师子，说什么今日真是好机缘，也谁将我的衣裙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太师啊，他来报前去，我心慌乱啊！刁钻，吕布既见爱于你，我须将你赐予他为妻。他少年英俊，你年轻美貌，你们真是天成一双啊！本此言是体痛三环，一阵阵伤心，一阵阵酸啊！情此期间生见伤，太师你怎把天下蒙瞒？你不怕世人来耻笑我受尽欺负，真心关，一记谁受多深冤，也罢。不知王土隆中，也命英卷，让我去死什么他？太师啊！美人，你不必如此。
廖父母心里就是了。太师，又将吊船赐予吕布，莫非才与李日之意？这个你啥天心太爷将吊船赐予吕布，那太师你的今年又至于何地？太师你既不顾自己的今年，又永不得减轻，还不是让我去死了？还是让我去死不得，死不得啊，妹臣！岳父大人，方才之言不必再提，只要我不是吕布之才，也就是了。这个岳父，你不能听信无人之言，把所得江山毁于一旦啊！自亏！你怎么不把你的妻子去送给吕布啊？啊！我是你的女婿呀！啊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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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岳父大人，这里我背你下去。是。多谢太师怜爱。吊船，免得吕布再来纠缠不清。明日且与我同去美屋小事。多谢太师，心情重，伤悲女子床位迫在内间，老子此去美屋，听说内中有诈。那美屋兵精粮足，进而能转，退而能顺，非连手能取。何不趁老子在美屋之前查点水本？朝中都是老子心腹，岂能当朝进出？何况先帝于是老子所料，这本何用啊？乃以司徒大人之见你，若知天下公正，还得见吕布之手。吕布怎为老子反我？我已派人前去请他过来议事，引他上钩。吕王回到。皇儿请起。大人，今日唤吕布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啊，文儿，许久别人与你相见，今日特请你来喝茶。大人客气了，大人唤我前来，恐怕不只是想请我喝茶吧？文儿，我与一时不明。太师登基在望，却为我特双状王美误去了。我想你与太师乃是父子，故而请教于你，不知太师这是何意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文儿，切勿之间，你可曾与我女儿见过面了？他生那日相会同一地，两人须经6日后，巧被老人来关见，
他不知羞耻犯禁人，骂我畜生万不配，竟把剑自剑想夺水。身为太师不知耻，无那自去不觉虚。下官上前官惭愧，害得你英勇名声于四川。为啥神言，妻子陪转是欢喜，乱枪怒火传心老车之下无情剑，不知情房一离根。哎呀，我儿，不可，不可啊！怎么不可？以他三必是知情过送，谁明明也只为除他全门。转气氛难容成万年堂，换得你情深意恨。他心动，我心里，他不敬，我不依，此情父子不是去，不杀情。是不行！大人对吕布杀人美物，请拿老车。啊，文儿，你生于一生妇女，但须知那美物内与十番雄兵把守，七尺高墙，几百生意，一岁难过，你可要三思啊！这难生我吕布也。文儿，下官人是非父之王，大人请讲。文儿，向东庄那老贼腋下取棍强壮而袭，实是来生登基做了皇帝呀！又不知天下间有多少女子要像小女一样被他夺去，有多少男子要像温儿你一样惠恩终生啊！这好恼神也！我们此今天下之后，皆痛恨老贼，使我们能反改一计，使皇上辞去老贼，既能他为小女，又能立功于社稷，你看是何啊？既是此，吕布听从他人调遣，便是好，请。此经是该做我查水呀。老子身具美物，必须先应酬策动。这是死后引他。我已有联络朝中众位大臣，控制温儿一别之力。啥能特为妻？我听报有无大恩他。我差以心腹之身，驱到美物，假装圣旨，将老贼撇到
老城外，望儿即可夫死，妻儿杀子。这是派后人前去，把那引得老者为曹。李肃，李肃曾推荐于老者结为父子，派他前去假传圣旨，老者听说不为生意，他是必能成功。好，即使是吕王儿听令，才你要召集武士，不得有小心了。是。去。色金龟在
刁钻，我方才得了一个好梦，梦见巨龙早生。太师梦见巨龙早生，定是喜事来了。哦，看来大事是指着可成了。太师，你总是怪我身居美府，朝政都不理了么？这恐当真被儿思想。再过抗也。少廷，你早已安顿好，这是奉谢这个小畜生，是我手下的一员莽将，杀是百姓于事不理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以前去看来，太师你还是早日为朝立正才好。此话怎讲？太师，你咋身在朝中，一则可安群臣民心，二则可观察动静，监记营事，以便早晨定年。美人说得于理。美人啊，你真是我的眼儿子啊！岳父大人，圣旨下，圣旨天子下诏，见之。拜见太师。有后君之。诏曰：朕身官重戒，不可临朝理政。太师这张草稿于位，并自在今于公。愿为文武与未央殿，算为于太师，特下此诏，见之。立之。岳父大人，今日特传小王诏，莫比其中与其交。天子龙体一全于，怎为不断听来诏？从来何过不与臣，生死王位难预料。满朝文武真隐乱，半朝天下是臣孝。太师，颁诏一笔，我要复旨去了，告辞。起。岳父大人，眼下正是紧要关头，是与人假传圣旨，这一杀准，我等岂不前功尽弃？眼下不能与神武算手，故而不得不渡江地旁。你真是寄人于天。什么？我说你呀，真是寄人于天。天子下诏，真为于家。太师，是真是假？这些看一看诏书上面，可谁不就明白了？对。哈哈哈！玉帝，玉帝，谁管是此大胆，是该鸟心？若是谁传不假，这是太师不在朝中，天子与我平不起。真若是在谁的手里，岳父万须三思啊！朝中不是有太师的心腹之人吗？对。太师，以前去看来，你娘子明在早当成才是。岳父不可，千万不可以昧色无私啊！你是此听信无人之言，则恐大逆必成，无济此生啊！太师。
防罪草。李四爷，要算我一片忠心，光如老。妩媚何自乱人心，恨不得将你生恨哟！哎呀，太师爷，太师爷。有不注意我好事何须多你来，肩膀起托把事去，老夫若梦中。与我一同进京。有不大人，太师，谁过来？美人，快来呀！李都尉，请。王儿，此事可曾准备就绪？雄兵列阵，一切召集应事。好，报。太师一众内务，交着其头，贼屯是。史大人，动作一到，即可宣得诏事。文儿，可命随下分兵包围内务，查抄老子进家事。报。
这一道，我等才此公应便了。问儿去。还是驾到，即将得令。太师驾到，太师驾到。今日老夫登龙庭，当今天下不为尊人，但不且向宫门庭。臣等公应圣驾。我把江山掌，乾坤。有不他人，有不须别较真，要望恩宗同道宾。尔等因我帮结拜，陪妾从未报应，倘是余生官为子，龙泉三层不能轻。太师登基，何须陪见孙子小姐子？乱臣动作啊！且弄威权，竟更须以谄媚地位，整心难忘，为此下诏讨伐老臣，谁是叛团？大胆！你尽管哄骗杀鸡老夫啊！老臣来人呐！居家！无家来人呐！无家居家！啊！木儿奉献哪里呀？奉献木儿，奉献木儿哪里来也。奉献，奉动献。作，老臣不该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专弄权柄，虐杀百姓，谋造篡位，颠覆皇上，以致四海纷乱，民怨沸腾。今日里恶官谋逆，层层监狱，生儿子女，亲儿子的，侧儿子隐，三子国，不是之不足以先生，不足
随平头。奉献，我儿奉献，奉献，奉献，奉献啊！国为民，青史